后来咱甲美国所买的战车 M1A2T， 讲第一批年底会送到位。美国有一个铁路迷，昨暝传一段影片，讲第一批的战车已经用铁路送到美国的西岸，刷落去会用海运运来台湾。军事专家来分析，未来这批战车会优先配置伫台湾的北部来保护首都。这一段影片是火车载真济台战车。为另外一个角度，搁看一摆，短短5秒时间到12台战车顶出现点点的后绿30迷彩，后壁有到辅助降温含电源系统。列车驶往的方向是往美国堪萨斯州。军事专家看到这几画片，讲这就是要运到台湾的 M1A2T。这就是原版的 M1A2， 有代表上强战车的名号，载120公里战车炮，上紧时速67公里，驶伫咧道路，速度比台湾任何一台战车更加厉害。这摆特别到台湾的 M1A2T 的 T， 正就是代表专工为台湾制作的。加上列车顶12台车，上紧头一批加起来38台，会伫咧12月底来到台湾。120公里的主炮。最大射程可以到达4000公尺左右，发射的这个异文脱壳穿甲弹，可以在2000公尺外就击毁敌人的主力战车。除了影片外，台湾港405号新台票，进前国防部公布 M1A2T 车内系统配置图，有网友直接摕来比对，亲像亲手的标准件和 M1A2 SE-PV2 真相像，不过个 M1A2T 保留单道电脑控制面板，不是所谓改进炮手控制显示面板。很可能会优先配置在北部的第3作战区，有保护就是首都的这个防线一带，可以快速的就是形成打击力，阻绝就是敌方的这个登陆船团的靠近。搁看一摆，即马这几台 M1A2T 虽然还搁伫咧美国，不过未来若到台湾，有机会和台湾国军的战力搁再提升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